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嚟分享神嘅說話。每日靈修3分鐘，我每派一個新嘅開始嘅時候，都會講一句咁嘅說話嘅。其實3分鐘嘅靈修呢係絕不足夠嘅。咁但係好渴望呢，透過呢個節目係挑起你對聖經嘅話語嗰種嘅興趣。當然，我哋同神嘅交往呢，唔係淨係3分鐘，一日裏邊可以有密集式嘅3分鐘。3分鐘睇我哋呢啲嘅節目。用多好多個3分鐘，你哋係去祈禱，或者用咗更多嘅3分鐘，你哋係去研讀神嘅說話呢，係一定俾你好大嘅祝福。曾經同大家分享過箴言啦，同埋詩篇。今次我會嘗試同大家睇一卷書，呢卷書同我哋嘅生命特別嘅成長有好大嘅關係。玩下啲難 get 先。呢卷書叫咩名呢？你睇睇咯。而家我咁樣勒住呢一度，你估係咩書咧？你一定估到啦，就係腓立比啦。係啦，我咁肥勒住個大髀，咁即管講笑嘅啫。腓立比書係一卷好寶貴嘅書信，裏邊係保羅好溫馨、好親切嘅，將佢自己個人嘅感受同腓立比嘅教會弟兄姊妹嚟到分享。其實喺保羅嘅書信裏邊有2卷書，保羅係將佢自己內心嘅感受好坦然嘅，你哋去分享出嚟。但係好不幸，2卷書呢嗰種嘅心態係截然不同嘅。其中一本就係哥林多後書。你留意哥林多後書嘅時候，係保羅充滿咗嗰種嘅無奈，甚至有啲嘅怨憤。保羅親自建立咗哥林多嘅教會，但係好可惜，當保羅離開之後，好多人就唆擺挑撥離間，甚至質疑保羅佢嗰個使徒嘅身份，所以保羅就寫咗哥林多後書，將佢自己嘅經歷嚟剖白出嚟。但係同樣腓立比書，保羅都係寫佢自己嘅經歷，但係佢係充滿咗愛、溫馨同埋感謝。點解咁截然不同呢？我哋會一路嘅去探索腓立比書嘅時候，就會知點解。我希望喺下一次同大家詳細嘅去了解腓立比教會好值得我哋欣賞嘅一件事。呢件事係我哋今日基督徒都需要重拾呢一個嘅心態嘅。